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上新的台语戏剧《俗女养生记》播出了后，真受好评。顶礼拜的收视率破1，嘛摕到同一个时段全国第1的收视率。嘛因为精彩阁好看，网络顶出现着盗版。导演是呼吁大家爱来支持正版的。同时嘛来宣布讲，这个礼拜日的暗时9点半要过来电播，后1点钟再搁播出全新的一集，要让观众看好到开。伊若要来相亲，他就要接受真实的我。就这个熬推的吼，我上来。今晚影后谢盈萱转战电视剧，甲伊男朋友分手了后，佫无透露回去故乡被迫相亲，心情的转变。你拢认为我头壳歹去，叫你好对象无爱，叫你好工课嘛无爱，我这个年岁嫁袂出去，互恁真见笑。面对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也有工作的艰酸苦涩，袂少女性看了拢真有同感，收视率一直冲悬。顶礼拜更加得到同时段的全国第1，因为高人气网络顶面冒盗版。阿姐，哎呦，你像我安玲啊！妈娘喂，那变这大汉啦！今晚若是要搁看一摆，为25暗时9点半开始，《俗女养生记》会登报顶一集的内容，后1点钟再播出全新的一集，好朋友看的朋友会使收看到正版的。